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性知識研究所。今日嘅話題，無論你係男仔定女仔，都應該聽過就係傳說中嘅級數啦。你有冇同朋友傾偈嗰陣講咩 ABC 級 36D？ 有冇諗過其實嗰啲字母數字代表啲咩？唔好再亂估啦，今日我就同大家一次過講清楚啦。其實級數唔係靠目測，更加唔係靠手感。唔好以為啲咩蘋果張紙就係 A， 一手揸唔晒就係 E。成日咧有人以為級數大就一定係大波，唔好再誤會啦。其實級數係講比例啊，唔係淨係睇大細啊。真正嘅級數咧，其實係用軟尺度出嚟嘅。下胸圍即係胸部底下繞一圈，記住唔好量到落肚腩啊，咁就變咗量腰圍啦。而上胸圍即係兩粒最高峰位置繞一圈之後咧，就用上胸圍減下胸圍呢個超簡單公式。個差距咧就係你嘅級數，譬如差10厘米係 A 級，13厘米係 B 級，15厘米係 C 級，如此類推。唔同品牌會有少少出入，但係大方向就係咁。咁又講翻啲男人最中意講嘅 36D，36講緊下胸圍36英寸。你睇，其實比數學堂啲公式容易記得多啦。舉個例，細細粒嘅女仔，下胸圍細，上胸圍都唔算特別大，但係個差距大已經可以係 C 級。但係有啲女仔下胸圍闊，上胸圍又唔特別大，差距少咗，級數都細咗。所以同一個 C 級唔同人着可以完全唔同 feel， 唔同身形，唔同比例，視覺效果完全唔同。如果你哋仲有咩關於級數或者其他性知識想知，歡迎留言，同埋記得訂閱我哋頻道 like 同 share。下一集再同你講啲必學嘅性知識。本集影片由 Cozy Bay HK 贊助播出。Cozy Bay HK 係一間成人用品網店，提供私隱包裝同埋保密購物服務，令你可以安心選購你想要嘅產品。如果你想支持我哋頻道，可以 scan QR code 或者直接搜尋 Cozy Bay HK 選購產品，支持我哋繼續製作更多內容。